咁亦都俾觀眾知道，咪千里迢迢坐完飛機翻嚟冇開門啊！咁真係好鬧交啊嘛！最起碼有個知字，或者佢幾時開門啦，又或者翻新工程已經完成，去睇下咪知咯。呢度咧你已經係睇到㗎啦。李小龍祖居，咁如果你啲路名我真係唔記得啊，咁咧你入到永慶坊咧，你問啲保安哥哥就得㗎啦。係可以嘅，翻新工程已經完成咗啦。咁啊，今日咧係2025年嘅6月，應該係9號嚟嘅嚇。咁大家記得啦，6月9號我已經嚟過一次㗎啦。咁係可以入得到嚟嘅。咁至於內容係點咧？咁啊嗱，我啊賣個關子，大家有機會自己翻嚟睇啦。好值得嚟一次嘅。不過翻新完有少少油漆味啊，但係無傷大雅咯。我最中意賣關子，我即係提過好多次啦。咁啊翻新完之後未睇過嘅，咁啊唔睇啦。大家有機會自己翻嚟睇嚇，有機會自己翻嚟睇。放暑假帶啲小朋友翻嚟睇咧，男仔應該會好中意。等佢知道下李小龍先生嘅事情，尤其如果你係喺外邊嘅話，我覺得係完全有必要。